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或者真心罔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全台语的 Podcast 节目，邀请咱台湾人做伙用母语来吸收即个精神医学相关的知识。伫进前几集，我有简单甲大家介绍一寡精神医学的基本概念，包括讲精神到底是咧讲啥物款的物件。精神医学的诊断，阁有讲，为虾米会造成精神科的即个问题？咱即集就主要要来讲精神科的治疗的部分，就是讲现代医学有虾米款的武器会当使用来解决一个人的精神科的病症。咱人袂无代无志走来病院看医生啦吼。所以来病院一定拢是有一寡问题有一寡困扰，想要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为虾米会发生，煞来当然就是安怎处理嘛吼。即个安怎处理咧，就是即个精神科治疗的部分。咱定定会听到患者问讲，安尼敢有需要食药啊？食药啊是毋是就袂当停啊？就是爱一直食。即个药是毋是食久会影响身体啊？若是无要食药有啥物别款的选择无？像讲敢会当有诶人讲来做咨商来做即款心理的治疗，是毋是就会使啊？所以咱其实今仔日就是互大家知影讲，因为我是伫病院做工课啦就是讲伫病院内底，即个精神科的部分有啥物款的治疗的选项，来介绍咱的治疗进程嘛，先互大家搁讲一解即个咱的医学的即个理路就是讲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一定爱先确定，这是啥物款的问题嘛所以起头的即个诊断诚重要。才有讲去找有可能啥物引起的原因，像有咱顶回讲的有一寡病是算续发性的，是别个因素造成即个精神症头的产生，安尼就先解决迄个源头，有时即个症头就好啊。毋过我嘛有讲着讲，即大部分的精神科的诊断，甲精神科的病症，拢是算原发性，就是讲你找无一个固定的单一的原因来直接引起即个症头。所以就是咱医师着爱去思考讲，有可能有啥物因素造成伊即马会有产生即个病症。就是咱顶回讲着生物、心理、社会这三方面的因素，同齐来影响着咱一个人的精神。随了时间，即个症头就慢慢会走出来。定定嘛是已经维持一段时间所以咧治疗的时阵，就爱甲这等等的因素考虑入去，而且通常拢爱有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安尼。咱若用即个困眠的问题来做例，比如讲有一个少年人伊因为压力大可能一两个月拢困无介好即阵伊来咱精神科的门诊，咱就会去甲伊讨论讲，即阵有啥物压力伊的体质有啥物敏感的部分伊的生活的方式敢有啥物会当做调整的。咧做治疗的计划的时阵，嘛会甲伊讨论讲，敢有讲想要食一寡迄种较好困、爱困的药看觅，还是讲要先调整伊的生活的方式，像讲有诶少年人是用手机用伤活，嘛有可能日时的活动无够，无晒着日头，这就无一定讲一定爱食药来处理啦像讲有诶人就是你甲建议一个做一款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整，就自然慢慢就好起来即款算较轻微的困扰，大部分伫门诊就会当处理，甚至讲毋免看精神科，一般的诊所嘛拢会当做治疗安尼。毋过
嘛有一部分的精神科的诊断吼，是较无遐好剔头的，吼需要大家用较济资源来处理，这着定定爱来病院。伫病院嘛共款，主要是精神科医师来做一个病情的诊断评估来计划讲煞来要安怎治疗。无共款就是讲，咱病院一定会请较济无共的即个专业人员来提供较多元的服务。比如我本人咧服务的病院内底，除了这一般的门诊的治疗以外，咱嘛有讲有病房，会当互患者来住院治疗。除了住院的患者，嘛是有一寡患者是讲，伊可能症头足严重无法度好好来门诊追踪，伊住较近的吼，这咱有讲健保有一款叫做居家治疗，就是医生甲护士炸药去患者因兜甲看，这嘛是一种服务的方式。嘛有患者是迄种袂输讲来病院上课吼，伊逐工9点透早来，下晡4点转去，来遮做一寡复健的活动，互因的脑因的生活的机能较莫退化遐紧。这等等的即种多元的服务，拢是为着即个要甲精神科的一寡较严重的病症稳定落来，嘛互患者有机会会当恢复伊的生活功能。要维持遮个医疗服务，病院着爱请足侪人无共款的专业人员。比如讲，病房着一定会有护理师，就是护士，因需要去观察即个患者的症头的变化互因食药提供一寡逐工的治疗，毋管是即个住伫病院内底，也是讲咱讲头拄仔讲着咱透早来下晡转去即款的来复健的患者，甚至讲咱迄伫厝里无要来病院的，咱去因兜甲看的即种，嘛是拢爱劳烦即个护理师来替咱做治疗。煞来病院内底嘛一定会请一寡临床的心理师，因即款心理师的主要的任务，包括讲甲患者做一寡标准化的检查，会当帮助咱较了解即马患者的一寡比如讲伊的个性人格还是讲伊即马头壳的脑力安怎，会使提供一个客观的报告，互咱了解患者即马脑的状况是好抑是歹。因为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嘛是会当执行所谓心理的治疗，毋管是单独即个个人的心理治疗，还是团体足侪人做伙来做的心理治疗，拢是爱麻烦即个临床的心理师。搁来嘛最重要的是，咱病院的精神科会请一寡社工，就是社会工作师。因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去评估患者即摆的社会的环境、家庭的环境是安怎，敢有需要讲外人甲因斗相共一下，毋管是一寡社会资源的补助还是讲因的厝内人咧，即个交通可能有一寡情形因当斗看、斗调整安尼。最后是负责甲患者做复健的即个专业人员，叫做职能的治疗师，就是职业功能的意思啦，职业功能方面的治疗。即个职能的意思，毋是干若一个人做工课的能力，包括讲伊家己甲家己照顾好势，还是讲伊未来有啥物安排还是讲伊要去读册还是讲伊甲人来往等等的方面。因为咱精神科有一部分的患者，伊需要长期的复健，去替伊训练一寡生活的能力，所以像咱头拄仔讲的，即种患者早时来下晡转去的，大部分因的训练咱拢是交互即个职能的治疗师来处理。
听到遮，大家应该会发现讲，病院内底诶精神科吼，即个足开钱诶吼，即个人事诶成本足悬，吼爱请无共款诶即个专业人员，啊，搁请诚济位，吼，啊，这就是为着要提供较多元，啊，会当互一寡有需要诶患者会当好用诶即个服务。啊，即个服务毋是干若靠医师咧做诊断、做治疗就会使入，吼，这是爱足侪无共诶专业人员，大家互相配合才做会到诶。啊，虽然是安尼讲，毋过大部分诶患者嘛拢是伫门诊吼，一般诶即个治疗就会使处理。啊，毋管即个患者是要看门诊啊，是住院啊，是头拄讲诶去因兜甲看吼，即无同诶环境吼，咱拢共款爱有一个治疗诶计划嘛吼。所以咱医师就会根据讲，即个患者诶诊断是啥物，伊诶症头有安怎，吼啊，伊诶即个发病诶即个因素有啥物部分是会当调整诶，来思考所来治疗计划。啊，这治疗计划嘛会使用即种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三方面的即个概念来去思考啦吼。生物学就是讲，咱对伊的体质、伊的即个脑的神经有啥物办法会当甲做调整吼？通常是靠食药仔吼啊。心理学的部分就是讲，伊敢有需要做一寡咨商啊，是心理治疗即个部分。啊，社会学就是会当讲伊的环境吼，敢有啥物部分咱会当来斗相共甲做调整安尼。啊，咱若讲着要食药仔即件代志吼，足侪台湾人可能就感觉无啥爽快吼，咱想讲这是一件诚严重诶代志吼，足侪人会问讲，这精神科诶药仔毋是食久无好吗？哦，有诶人讲这食这药仔着拢爱食一世人，无食着会困袂去，食了会调安尼。啊，毋过共一群人，你看伊咧，若是讲食薰啊、食酒啊、食汉药啊、食健康食品啊，吼，拢无咧惊诶吼，袂去烦恼讲啊，这是要食偌久，敢食了会调即款问题。吼啊，我想是大家对即个药仔诶即个性质无讲介了解啦吼，所以咱要来简单来说明一下。咱伫即个病院啊、诊所会当摕到药仔，通常咱拢叫西药嘛吼，甲一般诶即个汉药无共款。吼啊，西药诶即个一寡特色就是讲，第一是爱有一个主要诶成分啦，吼，就即个成分通常是可能工厂啊、化学甲做出来的，吼啊，放伫这药仔内底，伊一粒可能就是几米安尼吼，所以拢是爱有一个足标准诶过程甲制作出来。吼啊，另外即个现代医学即个西药啊，伊若要上市，伊一定爱有经过一寡大规模诶即个临床诶研究啦吼，通常会搁分做3期，吼，第一期就会去检查讲，即个西药用伫一般诶健康人面顶敢会安全。啊，第二期才来开始看讲是毋是用伫即个病症诶患者面顶效果有好啊歹。吼啊，第三期就会搁招愈侪可能几千个患者，吼，伫无共诶所在做即个研究。啊，咱台湾诶药厂无讲遐大间，所以通常拢是即个国外诶即个药仔吼，可能是进口入来，也是讲伊即个过伊诶专利期啊，啊，咱台湾诶药厂会当家己做安尼。啊，毋管迄药仔是伫国内做啊，国外做，伊拢爱接受咱政府诶即个管制。这会当讲这是西药上大诶好处，就是讲伊足标准诶，吼，只要你是共一个药厂做出来诶共款诶药仔，吼，应该食落拢有差不多诶效果。啊，讲着咱精神科诶药仔，吼，咱会当甲主要甲分做照伊诶即个原理吼，甲作用分做几类。大家较有听过即种爱困药仔，就是算一类食了效果会好困，会较放轻松，会较镇静诶，吼，即款算镇静剂。啊，有一款药仔定定咧用，叫做抗精神病剂。吼，即款药仔咧治疗
咱讲有即款精神病的症头，主要是咧治疗像幻觉还是梦想，即款算讲会互患者有一个甲别人无相像的经验的即种症头。吼，即款药仔就叫做抗精神病剂。啊，嘛有一类药仔是咧食即个抑郁症的，吼，就是讲食了一阵仔，伊心情会慢慢较好起来，啊，一寡抑郁相关的症头自然就会改善。吼，即款的叫做抗抑剂。啊，另外有一种药仔是互你食讲，规个情绪会较稳定，吼，较袂讲起落遐大，即款的叫做情绪的稳定剂。啊，这头拄仔咱讲的这每一类的药仔，吼内底伊阁有分做几啊款无共药厂做无共成分的药仔啦，吼啊每一种可能讲有5款至10款，吼逐间病院可能拢有即个数量的药仔会当拣，吼效果可能会小可无啥相像，吼啊嘛有一寡无共的副作用。啊，毋管是头拄仔讲的这几类药仔，咱精神科的药仔当然自然拢是作用伫咱的大脑的脑神经的机能啦。啊，咱甲药仔吞落，吼，毋是一吞落就有效果嘛，吼，伊伫咱的即个胃内底爱吸收，啊，伫咱的血经走，吼，啊，伫身体每一个部位拢分布了后，啊，就会伫伊要产生作用的所在产生伊的作用。通常咱精神科就是伫脑神经的部分，吼，啊，即个伊伫体内的时阵，伊就会经过一个即个代谢的过程，吼，就是讲伊即个外来的物件，咱身体的肝啊、药脂自然会甲分解，吼，甲排出去。啊，每一款的药仔，即个伊排出去的速度无共款，吼，所以有的药仔是一工爱食2盖，一工爱食4盖啊，无一定。吼，通常就是讲你爱食较济钙了后，伊才会伫你的体内变做讲较稳定的即个量，吼啊，才会发挥伊的作用。啊，精神科的药仔拢是影响即个大脑的神经为主，啊，所以即个药效到你的体内已经有稳定了后，啊，你的神经嘛爱适应即个变化，会做出对应的反应，吼啊，才慢慢有即个治疗效果。吼，所以若是安尼算起来，其实毋管是对一类的精神科药仔，伊初期咧食有一个初期的反应，吼，毋过迄无一定治疗效果就完全出现，有时爱食较久长的时间，即个久长可能是1-2礼拜左右，吼，才会看着讲即个治疗反应慢慢走出来。所以咱拢会请患者若食药仔，吼，就是爱照起工食，吼，好好甲食一段时间，过1-2礼拜了后，才会较确定即个药仔的效果是好抑是歹。啊，经过你咧食，有可能有副作用，会当搁观察看卖影。即个副作用，就是大家若去病院摕药仔，迄药落仔面顶下骹通常会写一纸，互你食即个药仔可能会喙焦啊、闭结啊，吼爱困啊、体重增加啊等等。啊，这副作用拢毋是凊彩黑白写的哦，就是即个药仔咧上市进前做的即个临床的试验，就会去比较讲，真正食着即个药仔的人，甲食着迄种假药仔的人，吼比较起来，因敢会有讲有较悬的比例会发生啥物身体的问题。吼啊，若是有比明显比无食着即个药仔的人较悬，就会写入去。比如即个研究，即个药仔时阵找100个人来食真诶药仔，啊100个人来食假诶药仔，啊同同款诶条件咧食诶时阵，啊发现讲食真诶药仔诶人，100个内底有30个人会闭结，啊食着假药诶人，敢若10%诶人，敢若10个人有闭结，啊所以因着去算统计，吼算起来。真正是食即个真诶药仔诶人较贤闭结，吼啊毋过你去想，伊嘛是有70个人袂发生闭结啦，吼，所以即个只要有较增加副作用，药厂拢会写入去，
毋过毋是讲一定会发生，是家己做一个提醒，爱注意咧食即个药爱注意身体有啥物反应。其实就算药仔有副作用，迄嘛无一定是无好诶效果。有时即个副作用颠倒会当做一款治疗诶一部分。比如咱讲有诶人着郁症，伊心情无好以外，伊阁困袂去，食袂落。拄好有一个抗郁剂，伊诶效果除了治疗郁症以外，伊阁会互你爱困，互你较贤食。这用伫即款诶患者顶头，伊诶副作用颠倒着变做一个好诶代志。所以毋是讲副作用着一定无好。总是讲精神科诶即个药物诶治疗会较麻烦、较啰嗦啦。像咱之前讲过，即寡精神科诶诊断是若慢性病，爱长期食药仔。所以咱就会考虑头拄仔讲诶，即个药仔药效敢有讲去控制着即个患者诶诊断甲伊诶镜头，嘛爱考虑药仔诶即个副作用，爱甲患者讨论好讲，即个药仔咱爱食偌久，才会当观察着伊诶效果。若是讲治疗诶效果无介理想，食偌久，可能着爱搁调整迄个药量，还是要换一类药仔试看觅。所以咱会当理解讲，有一寡人、一寡患者足讨厌食药仔，还是讲感觉这食药仔确实是足麻烦，找无较适合诶药仔，倒爱搁一直换药仔，换来换去安尼，真正是足辛苦诶。毋过食药仔已经算讲是一个较方便、较有效诶方式。而且头拄仔讲着，即个药仔拢足标准诶嘛，即个药厂做出来，个量内底，就大概是偌济食落去着，大概是啥物效果。所以咱若时间到，有记你食药仔。照理来讲，你若食一段时间，应该拢会出现讲咱预期诶迄个效果才对。今仔日若是讲我坚持，我就是无爱食药仔，敢有别诶方式会使治疗。其实嘛足济。那有诶患者是讲伊无想要喙食药仔，毋过你请伊去注射是会使啦。咱精神科有迄种头拄仔讲诶即种抗精神病剂。即款诶药仔，因为有一寡患者需要长期食，但是可能会落狗，还是伊无愿意食，所以有发展讲迄款会当2礼拜注一摆，还是讲1个月注一摆。即摆已经进步到讲3个月注一摆，还是6个月注一摆拢有。患者就是时间到来门诊注射，平常时食诶药量会当减少，即款就较方便。有一寡患者伊是算食药仔诶反应无好，咱讲较严重诶患者，可能讲伊好好治疗一段时间，嘛用过无共款诶药仔，毋过伊诶精神诶症头犹原诚严重。咱通常是惊讲迄种想袂开，要自杀诶患者。即款诶时阵会当考虑讲用一寡刺激即个脑部诶即种治疗，咱较传统有一款叫做电痙攣诶治疗，英语是 ECT， 就是互你诶大脑袂输过电，互你诶大脑若一个重新开机诶即个感觉。即个治疗通常爱带伊爱麻醉做，连续做可能8摆至10摆左右。即个 ECT 诶治疗算已经足有历史啊，嘛足确定讲伊是安全有效果，保留互迄款食药仔反应较无好诶患者。即摆嘛有另外一款较实行，甲大家若看到诊所足济诊所咧做即款脑刺激诶治疗，伊嘛是留互讲你若食药仔反应无好诶患者，有诶医师就会建议你来做即个 rTMS，伊就是叫做中枢经络磁刺激。即个治疗较麻烦是讲爱自费啦，逐个所在自费诶费用无共，较开钱安尼。毋过就免麻醉，伊就互你坐伫一个椅仔，可能一摆做半点钟，伊就有一个机器放伫你诶头皮
外口，啊，你着听到一个哒哒哒诶声，啊，感觉头壳小可烧烧，伊就是用即个磁诶生电诶即个效应去刺激咱诶脑部，啊，达成讲治疗即个不准诶效果。即款脑刺激诶即个治疗，通常拢是做短期诶啦，所以坦白讲，伊嘛无法度完全取代你食药仔诶需要，毋过会当做一个选项安尼。啊，毋过就是足侪人伊其实诶病症嘛无严重，甲讲爱做即款诶刺激啦。啊，但是因若搁嘛无愿意讲试看觅食一寡药仔看觅咱即个时啊嘛是会当有别诶治疗会当做，就是咱讲诶即个心理学方面诶心理诶治疗，啊，就是有诶人若是讲一般做咨商毋是完全共款，毋过差不多是即个意思，就是靠讲话，有专业人员甲你引导，安尼嘛是一款诶治疗方式。啊，毋过因为即个时间诶因素，我想即个心理治疗诶部分，咱着留甲后回再来甲大家说明。嘿，安尼咱今仔日着甲大家了解啊，即个伫病院诶精神科，其实有即个无共专业诶人员，像医师啊、护理师啊、职能诶治疗师、社工师，啊，甲有临床诶心理师，做伙合作，啊，提供即个患者即个精神医疗诶即个治疗诶服务。啊嘛小可讲着，伫即个药仔诶部分，即个精神科诶药仔其实是需要即个照起工好好啊食一段时间，才会当观察伊诶效果，啊，甲有注意伊诶副作用，啊，才会当互即个患者较妥当诶治疗。好啊，以上就是咱即个精神猛开讲第4回诶内容。啊，共款，大家若是有对内容啊，还是我诶台语也有啥物问题，会当寄即个电子批到我诶 email 来。啊，另外，我诶即个节目诶即个小概拢是用即个罗马字写诶，啊，你若讲罗马字看较无，会当找我诶即个面册诶即个 fan page，即个精神猛开讲，找即5字，啊，内底拢有留讲即个逐集诶即个节目介绍诶即个汉语诶版本安尼。祝大家平安健康，咱后回再会。